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我只能依法开单，谁来关说都一样。哎，朱云的措辞啊。哎，有人在吗？小老弟啊，你在这儿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就是你带我进来，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还是坏的嘛，灯也没亮，警报器也没响，这第几次了？上次不是请你们限期改善的吗？我们到现在还是一样。我们真的有修啦。下个月我一定把它修好。这次你就先让我们过，好不好？上次也是这样讲，我已经开限改单给你们，可到现在都一样，都没修啊。我保证这一次我一定把它修，下礼拜一修好。我上次不是说这个灭火器过期了，怎么还没换呢？没水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我们上次测试是正常的。你们灭火器过期，消防栓又没水，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？不要说乌鸦嘴嘛。议员你来了，你不客气力，咱算讲有缘呐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我只能依法开单，谁来关说都一样。哎，朱云的措辞啊，我不是来关说，我是来关心。那请问议员你来关心什么？又有民众投诉消防员啊，说消防员执行态度不佳嘛，我能不来关心吗？没事。OK 了，前面复查几个地方也是有问题，依法我要开单。好，请吧。你就在这里慢慢开，开完再给我们就可以了。太冷了吧？气开太强了吧？看没电了。羚羊，听到请回答。羚羊。快安睡，小宝贝。我不晓得还有人在里面。不知道没有关系，我们在门口等了2-3个小时。你们怎么说明天早上才能来开门呢？哎呦，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？我大老远从家里赶过来，这很有诚意了。最好是要不是我们说要破门，你根本就不会来，好不好？羚羊还好吗？你这也太冷了吧！好险你有带无线电。小老弟啊，你在这儿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就是你带我进来，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八蛋！羚羊好了，放开我！什么东西啊？你对员工要打人了。哎，好，你给我过来！羚羊，妈的！好了，羚羊，